手，然后关平在弹吉他，周昌在当 vocal， 所以他们在天上组成一个团，就是天团。然后这个还可以上达天听啊。对，传统艺术擦撞流行创意，可以很年轻。那字体上我也是希望去宣导汉字，这字是 I love rock and roll， 事实上就在描述关于 I love rock and roll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这大丈夫3字取自台南武庙匾额，确实有过考据。而嘻哈版的黑白无常造型也跑遍全台城隍庙，向耆老取经。这个枷锁其实叫鲤鱼枷，它是2条鲤鱼的板子合起来，对。还有，国宝鱼樱花钩吻龟，尾巴上有个不被注意的脂肪旗，是未退化的记号。乐启逢透过写实的画笔，让留住真实、热爱土地成为文创核心。当你考据的结果，我们就会去注意这种很小的特征，虽然它在衣服上只有不到1片指甲大的大小。向考古做学问，承袭台湾传统工笔技法铁线描，展现时代文化的意义。和伙伴选择以农产品做品牌理念，用故事耕耘价值。我们说，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啊，很多人很想问年轻人一句话：要他给 h e l 上你丑一给做嘛给？现在的年轻人想做什么？应该是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是做七嘎想要做嘅事情。做七嘎想要做嘅事情。廖锦鹏透过自己的作品说台湾故事所投注的精力真的很难得，他要为自己画的每个笔画负责任，希望消费者买到的不只是一件衣服而已，这里面有思想、有内涵，还有文化的附加价值。要下嘅heel上你，才嘅做乜嘅？做七家想愛做嘅事情。呀下嘅heel上你，才嘅做乜嘅？做七家想愛做嘅事情。